行政院昨晚公布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，明确确定利用权势性骚扰处罚是会加重。今麦这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，希望伫立法院的临时会7月底完成三读。不过，朝野党团立委家己的版本呢，这提案数量已经超过70件。就拿赢立委认为讲，这临时会只有2礼拜，要互性平三法修法通过，有影是伤过迫啊。 行政议会通过性平三法修法草案，针对权势性骚扰加重处分，相当刑罚8万，处3年徒刑，各1到5倍顶罚性赔偿。希望用伫立法院临时会审议，要拼7月底三读修法。不过时代力量党团呼吁，除了性平三法，临时会也应该纳入，应当抵消性侵追诉时效的刑法修正案，确保被害者权益。我们手上也有好几个案件，基本上就是说在12、13岁的时候被性侵，但是现在到了这个30多岁的时候，恐怕这个追诉权时效都已经过了。跟其他政党最大的特别呢，是在地方政府部分要设置性骚扰防治中心。民众党团是对性骚扰的罚则，应当追诉加申诉期限，拢比行政院版本搁较增加，搁提出应该成立专职机构。朝野党团立委拢有家己的版本，甲13提案数已经超过70案。和国民党立委认为，伫临时会期间特别完成修法，伤过凊彩。性平三法里面有非常多重要条款，应该汇集更多的声音跟民意，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不希望立法院只是过水。 那在草草的所谓2个礼拜，大家集思广益啦。立法院是一个合一致的地方如果可以形成共识，我相信在党团协商里面大家都会共同来做一个努力。 民进党团对真济草案版本表达尊重，表示希望朝野理性讨论有共识，伫临时会通过性平三法修法，赶紧回应社会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